咱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个画面要来关心，这是苗栗万里这条大圳沟最近这几天强强规个翻青，差不多一层楼悬白色的沙文坡，在地人去犹疑，讲敢的是顶半工厂倒排垃圾水。苗栗县政府的环保局嘛来检查水质，确定伫咧标准的范围内。也毋过，若是落大雨，可能规个水就会渗到下盘去。即嘛当咧追查水源头到底为倒位来。 白色的泡对原理顶社邻里的这条大圳沟内底一直冒出来，就直要淹过一层楼，差不多3公尺悬的爆花。当地民众笑讲，别个所在伫落雨，这是伫落泡。苗栗县政府环保局接到通报，随着赶来取样化验。泡泡这个有落差嘛？有落差的时候，泡泡就起来就盖到你那上面来。 很夸张啊！附近的民众讲，其实前几天就看到这条大圳沟内底水流向向变做青色的，昨落大雨就开始布泡。虽然环保的人沿着大沟往顶悬伫追查，希望会当找出排放废水的源头，但经过大雨冲洗，已经找无废水到底是对倒流出来。现场确实有白色废水的状况，那这个废水的成分，我们研判是介明火。环保局讲，虽然有一间废弃的工厂，敢若是因为使用清洁剂咧清洗厂房，直接将废水排入去圳沟，但无直接的证据，目前嘛敢若会当继续来监视。不过现场采水化验的结果，大排圳内底水质有合乎放流水的标准，但民众看到边仔的丢仔园内底有白色的泡，也是感觉真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